后来继续来看郭文泰所牵涉的金华城甲政治献金案，平面媒体阁有上新的压料。公检察官调查发现，台北市政府现任的参事陈志明，伫郭文泰的任内是做市府的秘书长。讲伊卸任了后，去年4月，阁甲金华城相关的资料交予民众党立法院党团的主任陈志涵，甚至阁伫暗时甲郭文泰来研究着因应的对策，互外界质疑行政无中立。陈志涵是来反驳讲，遐个资料拢是网络顶公开的资讯。去年11月，前台北市府秘书长陈志明以证人身份配合北检调查，不过平面媒体压料检廉调查到，伊捌伫咧去年4月，佮含留任市长郭文泰伫咧谈金华城的代志。2022年，郭文泰小丽高中时，陈志明将做1级首长官员，面正西装，坐伫咧市长边仔，坐甲四四正正。捌做过北市府财政教育局长，郭文泰任内做秘书长，即马做北市府参事。双方压料检方资料讲，郭文泰留任了后，伊甲金华城的相关资料交予陈志涵，暗时佮甲郭文泰用来伫咧对话商讨对策，防止其违反行政。首先，我要说，确实那个时候根本还没有进入司法侦办的时间，所以所谓的串证说根本是不存在的。他能够拥有的也就只有这些公开的会议记录而已。掀开都议会第783摆会议记录，确实有影伫咧网络顶是公开资讯，而且拄好是金华城容积率增加到840%的关键会期。不过当时担任都议会副主委的陈志明拄好请假无出席，不过案件调查进程提供资料，敢无涉嫌串口径？律师安尼看。共犯或证件的串证，其实并没有限于要案件开始或是刑事侦办以后才算。相关案件已经进入司法阶段，市府的立场非常明确，就是尊重、全力配合司法调查。北检是回应案件已经侦结起诉，犯罪事情记伫咧起诉书内底提供公开资讯，敢有涉嫌行政无中立，嘛引起争论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